银虎，血盟第一杀手，怎么不敢见我？陈龙，你不愧是世界第一杀手，死到临头了还能这么淡定，哼，让人佩服。还以为老头子会亲自来，没想到派了你这么个废物。怎么，咱们血盟没人了？陈龙，休要张狂。今日我们做足了准备，就算你是世界第一杀手，照样必死无疑。老头，是你！我为血盟立下汗马功劳，到头来，哼，你居然要杀死我，真是可笑。我们血盟的规矩就是如此。既然你要退休，那就只有死这条路。银虎，快抢走他手里的遥控器，快点！来不及了。陆晨，你快醒醒！都几点了还睡呢？昨天晚上又去赌了吧？赶紧起来把离婚协议书签了。青雨，青然，是你们！陆晨，这份离婚协议书你签了吧？我会给你一笔钱，拿着这笔钱回老家去吧。以后不要出现在这个城市里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死了？你要是真死了那就好了，我姐倒能落得清静。你要识趣点，就抓紧把离婚协议书签了。这个烂赌鬼，别再祸害我姐了。抓紧时间签了，从这搬出去。姐走，我们上楼。也就是说，我这是重生到了10年前，还没有当杀手的时候了。这离婚协议书你怎么还没签啊？别以为不签就能躲过去了。老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。小心！竟然！后来我去了国外散心，无意中加入了血盟，成了杀手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距离老婆和小姨子下牢还有10分钟。这个时候，正是杀手做准备的时候。上一世的废物陆晨没能保护好老婆，这一世的杀手陈龙还能让你们这些小瘪三把我老婆给杀了？让我老莫狙杀一名手无寸铁的女人，这任务没一点挑战性。
AMW 狙击步枪后坐力太大，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经验，会导致子弹出现偏差。作为一名专业杀手，这样的错误足以致命。是啊，但是你他妈谁啊？送你下去的人。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根本就不是人能做到的事情。确实，有很多人都说我不是人，是恶魔。别杀我！还是舒舒服服当个软饭男吧，当杀手多没意思。哼！陆晨，你自谦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姐对你已经够好了，还愿意给你一笔钱，你最好识趣一点。陆晨，这笔钱你哪怕是这辈子不工作，只要不挥霍，也足够你吃饱穿暖。行，协议我签，但是冷静期1个月，我得先住在这儿。万一你哪天改变主意了呢？陆晨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可以住在这里，不过最多2天，2天之后你必须离开。好嘞。姐，你就是心太软了，他这种废物，你让他住家里干什么？青雨，别说了，走吧，我们去公司。陆晨，我晚上要和清然2个人去参加一个酒会。你既然现在还不滚，就给我们开车。收到。姐姐啊，麒麟丹马上就要发布了，最近你要小心一点。我听说林家的林凯鹏可是一直想要对你动手。林家的支柱产业是糖尿病终身药，而我的麒麟丹只需要3枚就能彻底治愈糖尿病。林凯鹏肯定不希望我的麒麟丹顺利上市，那他不会丧心病狂的对你下杀手吧？你这可是相当于断了他们所有的财路啊！林凯鹏这个人心狠手辣，在整个天海市都是出了名的。不用担心，我准备请一些保镖来24小时贴身保护我。行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老婆，现在的保镖都是花架子，你花那冤枉钱干嘛呀？哎，不如让我贴身保护你，这样我们还能增进一下感情。你跟着我姐，是你保护我姐啊，还是我姐保护你啊？哎，你陆晨，你别说这些了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打消和你离婚的决定。一次刺杀不成，又来第2次，有点意思。陆晨，你开快点行不行？这像蜗牛一样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公司啊？2位美女，坐稳了。操！被他们发现了，给我追上他们！加油！是。来，给我追上！不要给我犹豫，直接开枪打死！是，快追上去！
晨，你搞什么鬼？车开那么快，你不要命了？陆晨，你快把车停下来，这样很危险的。总算是有点挑战性。给我加速，追！该结束了。林少，失败了。林少，失败了，让苏清然跑掉了。什么？你失败了？老子那么周密的计划，你告诉我你怎么失败的？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来，你过来。林少，2次刺杀都他妈失败了。苏清冉的身边难不成有高手保护？没有啊，苏清冉的身边只有一个妹妹苏清雨，跟那个上门老公。一个女人，一个上门老公，苏清冉没有理由2次都化险为夷呀！去给我查，把情况给我查清楚。是。妈的，苏清冉，你还真是难杀呀！不过断人财路，杀人父母，你执意要发布麒麟丹，那我林家财路必须让你死！喂，七叔啊，我是小林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请您帮个忙，您帮我联系一下上头，找个专业的杀手来解决苏清冉这一事。2次都失败了。是啊，我也奇怪了，这苏清冉身边是有什么高手吗？林开鹏，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这件事情必须搞定。上级要怪罪下来，你我都得丢命，明白吗？七叔，我知道，所以这不是让你联系上头，不然我们耽误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。那行吧，我跟狮王去沟通一下。我记得苏清冉请了一个女保镖。对，七叔。好，那我们就让狮王大人安排一个女杀手去应聘女保镖，来接近苏清冉，然后趁机杀了她。陆晨，你有病啊！你车开那么快，不要命啊！你神经病啊！你到底搞什么鬼？没开过这么好的车，一时之间没控制住。神经病！姐，跟他离婚是对的，这就是个疯子。陆晨，你就不能沉稳一点吗？老婆，我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你回去吧，不需要你开车了。苏总，苏总您好，请问您是要招聘女保镖吗？我叫阿丽，是来应聘的。只有你一个人吗？我记得一共有30多个人的，其中还有退伍的雇佣兵。他们都太弱了，被我打跑的。啊，你那么厉害？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接下来就由你来保护我吧。只要你保护得好，待遇方面不是问题。好。这小保镖身材不错。
什么？陆晨，你这个臭流氓！你看人家穿着紧身裤，你竟然拍人家的……陆晨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越来越讨厌你。我没有啊，我是走得太快了，所以不小心才……老婆，银行卡密码是多少？密码是我生日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不耻无赖，还当街耍流氓，真是所有坏事都被你干尽了。姐，那个陆晨，我真是越看越不顺眼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金宇，酒会那边的事情你去关注一下。行。阿丽，我等一下要去开个董事会，我的办公室和公司的其他地方你都仔细检查一下。另外，我的车里你也仔细检查一下。林凯鹏这个人阴险得很，我怕他在这些地方动手脚。是。别来无恙。你刚才对我耍流氓，是不是想要得到我？我的身材好吗？如果你愿意，现在随时都可以。这是干什么？黑曜石打造的匕首，锋利无比。你作为它的主人，应该知道，我这一刀下去，你绝无生还的可能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？狸猫，血盟排行第3的杀手，击杀目标多为男性，利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和身材，勾引对方，趁其不备将其击杀。怎么想故技重施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会对血盟这么了解？了解。现在的血盟在我眼里就是个垃圾。你肯定不只是个软饭男。以你的身手和敏锐的察觉，你肯……说，林凯鹏和血盟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可以帮你杀了林凯鹏，求你放我一条活路。回答我。陆先生，我知道的就这么些，但是血盟的狮王跟我说过，林氏制药是血盟的傀儡，也是发展血盟的重要资金来源。你滚吧，回去告诉那个老头子，过2天我会亲自找他喝茶，让他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我。是。上一世我并不值钱，还给血盟卖更多，这一世杀妻之仇，老子要少认识我们这条老狗。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呢？不是让你回家了吗？你怎么又来公司了？密码不对吗？还是你连我的生日都不记得？连我姐的生日都不记得？这么多年，你还真是没对我姐上过心呢。生日当然没忘，只不过我觉得在这种地方嗑瓜子喝咖啡更有感觉。青雨，阿丽呢？不知道啊，我半个多小时没看着她了。给她打电话。酒会还有1个小时就要开始了，阿丽不在的话，我恐怕有危险。好。阿丽手机关机了。关机？苏清然，
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林凯鹏，你跑到我公司里面来做什么？苏清然，你命真大！我今天安排了3次暗杀，都没把你杀掉。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这样的高手啊？高手？3次暗杀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难道是阿丽？老子从国外花了大价钱请的杀手狸猫，替换你身边的保镖，这样都没把你杀了。苏清然，你真让我刮目相看呢。姐姐，阿丽竟然是来杀你的，可是阿丽去哪儿了？还有，林海鹏今天说共3次暗杀，那还有2次我们根本就不知情，是谁帮助我们的？难道？难道是陆晨？姐姐，阿丽如果也是杀你的杀手，那你身边那根本就没有其他高手了呀，除了我，就只有陆晨了。没错，正是。不可能是陆晨，他我是知道的，从大学毕业开始跟我结婚，一直到现在，平时连个普通保安都打不过，他又怎么可能是高手呢？对啊，上个月我们去郊游，碰到2个小混混，后来陆晨被打的在医院躺了3天，他怎么可能是高手呢？小姨子，骂人不揭短。行了行了，你俩别装了，有没有高手你俩心里清楚。我今天来呢，也不是跟你讨论这个。进来。林凯鹏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现在当我的面把麒麟丹药方给我销毁，要不然这20支枪，就算你身边有什么高手，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们。林凯鹏，你若是觉得我断了你们林家的财路，你们林家研究出比麒麟丹更厉害的药不就行了吗？你们林家自己没本事，反而过来打压我，这完全就是强盗行为。老子就是强盗，怎么了？我的女儿也是你能打的。一个废物也敢对我动手，有意思。陆晨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没看到现在事态这么严峻吗？你非要把事情越搞越糟糕吗？小姨子，陆晨，你别说话了，让我来和林凯鹏说。苏清然，我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。如果你不销毁药方，我就让他们把你打成筛子。你他妈！陆晨，你别说话，万一真把林凯鹏惹怒了，他要是真的开枪，就什么都完了。林凯鹏，麒麟丹的药方我研究了这么多年，你要让我销毁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愿意，你们林家制药设备很先进，我愿意给你30%的股份，让你们林家代工生产。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，要么交出药方，要么立刻销毁。40%，这是我能做出最大的让步。你他妈听不懂老子说的话吗？老子让你销毁！跟我女人说话客气点。妈的！陆晨，你别乱来。不是叫你别动手吗？你非得要把事情闹得不可开交，是不是？老婆，放心，有我帮你解决。陆晨，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，这可是20把枪。别说是20把枪，就是200把也没关系。你连2个流氓都打不过，这个时候就别瞎吹牛了。废话少说，把这个废物杂碎弄走，杀了。是。行，免得吓到了我老婆跟小姨子。
苏清然，老子今天就杀你这个男人，让你知道老子的作风！所有人给我出去，把这废物砸碎，乱枪打死！是。林凯鹏，我都已经做出这么大让步了，你非要让我们一点活路都没有吗？杀人是违法的，林凯鹏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违法？老子不知道这俩字怎么写。外面的人给我听着，给我开枪！林凯鹏，我马上就把药方销毁，你让他们住手，不要开枪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他踢了我一脚，又扇了我一巴掌，他今天必须死。我都已经答应把药方销毁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砰！陆晨他死了。姐姐，是他自己找死，是他自己的原因。恭喜苏清冉小姐跟陆晨先生喜结良缘，100年好合。老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做你的上门女婿，往后啊，你的一切生活都由我解决。哎，老婆，你下班了，来，快吃饭啊！哦，对，还有个菜啊。没想到林凯鹏的动作这么快，陆晨还是卷入到这件事情里面来了。他只是没有上进心，但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苏清然，现在你那个废物老公应该被打成了筛子，死都不能再死。现在轮到你们俩了。外面的杀手都被我解决了，林凯鹏，现在到你了。林凯鹏，现在到你了。20几个枪手，你，不，这你怎么可能活着？可不可能？我还是都还活着。陆晨，你没事啊？我说了，就算是200多个人，也伤害不到我。姐姐，外面那20个枪手真的全部都倒地上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过来看看。不可能！我听到他们都开枪了，你是怎么脱险的？我有超能力啊！这些人啊，都是花钱雇的保镖，谁给的钱多就听谁的。那他们都倒在地上，浑身都是血啊！肯定要稍微逼真一点，都被我揍了一顿，做做样子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来吧，林大少，现在这个局面，我们能谈谈了吗？现在这个局面，我们能谈谈了吗？你要干嘛？你别过来！平时看你这么嚣张，这么狂妄，这可不像你，林大少。你，如果我没记错，第4次了吧？都是成年人，该给交代。钱，我给你钱，这有1个亿，我给你。林大少出手还真是阔绰，一出手就是1个亿。只要你放我走，这1个亿都给你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你林大少的命就值这1个亿了。清然，拿1个亿过来，咱们把林大少的命给买了。别，5个亿，我给你5个亿。只要你放我走，这5个亿都给你。如果我还不答应，就显得我太不通情达理了。对，谢谢。
现在马上给我卡里打4亿，快！我给已经打到卡里了。好，林大少果然一诺千金。那你说到做到，我这就走啊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说把钱给你就放我走吗？你这……我说了放你走，但没说让你怎么走啊，林大少。林大少，友情提示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可就不是5个亿喽。我说姐夫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这么厉害！哎，小姨子，这可是你第一次叫我姐夫。你要是一直这么有担当，能帮我姐解决问题，我早就叫你姐夫了。我可是一直有担当的，好不好？你别吹牛了，我都听到你跟我姐说了，是你给了那些枪手钱，他们才故意装作被你打翻在地的。嘿，小姨子，这也是我勇敢的一种表现，不是？好了，青雨，你别再说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都是陆晨救了我明明。老婆，这5个亿都给你。给我？对啊，你开发麒麟丹需要大量的资金。哎，以后啊，我还是乖乖吃我的软饭。呸！真不要脸！小姨子，小心我打你屁屁！你敢？我不敢。激将法最吃这一套了。姐姐，你看看你男人。好了，青雨、陆晨，你们2个别闹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收拾一下，准备去参加酒会吧。去，给老子去查苏清然那个狗屁老公陆晨到底是什么来头！老子他妈死他碎尸万段！是，林娜，什么事情生这么大气啊？关你屁事！七叔，来，您这边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七叔啊，我林凯鹏自打出生以来就没输过，这次不但输了，还被人打成这样，我这口气实在咽不下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他妈还是被一个上门女婿给打的，这要传出去，我这张脸往哪搁呀？你小子呀，还是太年轻，太不沉稳。七叔，我这真没办法沉稳啊！眼看着苏清染那个贱人就要将麒麟丹发布了，那我林家的糖尿病终身药就彻底没市场了呀！这一下子，我是又丢了钱，又丢了市场。七叔啊，我这真沉稳不了了呀！对了，七叔，我还听说苏清染今天晚上就要去参加酒会，那酒会规模不小，很多记者都会去参与。这苏清然在酒会上把麒麟丹的功效一说，预售订单一发，那就彻底来不及了呀！俗话说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，终归会有办法的。七叔，求您帮帮我，您帮我想想办法吧，好不好？这要麒麟丹真发布，我们林家彻底没活路了。我爸刚死不到1年，这林家不能在我手里边破产呀。再说了，要是真破产了，狮王大人那边我也不好交代啊，对不对？眼下这个局势还真有点麻烦。苏清染的那个男人确实有点难搞啊。七叔，你跟我爸关系这么好，就跟亲哥们似的。七叔，只要您能帮我度过这次难关，我给您1个亿。啊不，2个亿。其实我这么仔细一想啊，办法咱们还真有啊。真的？哎，七叔，你想了什么办法？能把那个苏清然弄死吗？只要您说我能办到的，我绝对在所不辞。我说小林呐，咱别张口闭口就要弄死苏清然，有些事情也不是说非得要弄死谁才能解决嘛。七叔，那您这办法是将计就计啊？苏清然不是要参加什么酒会吗？啊，让他顺利参加，咱不干预。相反，咱还得多找些媒体和记者，一起去把这个麒麟丹
在网络上、媒体上炒作起来，火爆起来。七叔，你这不是在帮他吗？对呀，就是帮啊！常言道，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七叔，我这不太懂。七叔，你这办法妙啊！哎呀，我就说你一定有办法的吧。苏总，你年纪轻轻就研究出了麒麟丹这样的神药，可真是了不起啊！3颗麒麟丹根治糖尿病，这真是为所有糖尿病患者带来的福音呐！苏总，你真是做了件大好事。苏总，我是华国南区医药代理人，这麒麟丹一上市，可一定要给我一个代理的机会啊！苏总，我是华国北区的代理人，我也要代理的机会。这个好说，到时候我的麒麟丹也需要你们的帮助，只要你们诚心做生意，我一定会带着大家一起赚钱的。一定会，一定会，我们一定会带着10分的诚意跟你合作的。哎，姐姐，你看那边来了很多记者，应该是来采访的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失陪一下。苏总，你先忙。好。怎么这么多记者？我记得我们约的好像没有这么多记者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应该很多是慕名而来的。也好，报道越多，对我们越有利。苏总，请问麒麟丹3颗能够治疗糖尿病，这是真的吗？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世界上的糖尿病患者不用终身服药了呢？苏总，请问麒麟丹什么时候上市？售价是多少呢？普通人也吃得起吗？苏总，麒麟丹真的是纯中药制药吗？对人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吗？麒麟丹100%能够3颗根治糖尿病，根治之后患者就会被彻底治愈，再也不用服药。至于价格，大家就等过几天的发布会吧。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对于麒麟丹的定价是普通工薪阶层患者都能够吃得起的。我们苏氏制药集团发展的初衷就是以服务患者为目的，绝不生产高价药。哎呀，咱们的美女苏总话说的可真是好听呀！哎呀，咱们的美女苏总话说的可真是好听呀！他怎么会来这里？林总，请问您来苏氏集团酒会有什么样的目的？苏氏集团的麒麟丹相当于抢了你们林氏集团的生意，您这边态度是什么样的呢？苏氏集团生产的麒麟丹能够根治糖尿病，确实抢了我们林氏集团的生意，但是我并不在意。当初我们林氏集团为了研发糖尿病终生药，就是为了拯救糖尿病患者。如今苏氏集团能够研发出更好的药，那我也更加开心。如果这些患者能够彻底好转，哪怕我林氏集团破产，我也无所谓。我呸！嘴上说的冠冕堂皇的，实际上背后不知道干了多少龌龊事呢。我们今天的酒会好像并没有请他吧？对啊，那他来干什么？不管了，今天那么多人在这里，他也不敢搞什么事情。哎，姐姐，你快看，现在网上对我们的评价太好了，他们都说你是拯救糖尿病患者的女菩萨呢。很好，这一次的提前预热对我们明天麒麟丹的发布有很大的好处。诸位，虽然我很支持苏氏集团的麒麟丹，但那是在麒麟丹没有虚假宣传的前提下。可现在麒麟丹出现了巨大的问题，甚至极有可能出现人命。但是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，苏总居然还有心思在这儿参加酒会。我倒是想问问苏总，为了钱真的可以把患者的生命都置之一旁吗？为了钱真的可以把患者的生命都置之一旁吗？林凯鹏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酒会不请自来你就算了，还在这胡说八道，你又要搞什么事情啊？你刚刚说麒麟丹出了事情，你说出了什么事情？苏总，你是在这儿故意装傻呢，还是当着记者朋友的面儿不敢把事情说出来？如果麒麟丹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，我苏清然有什么不敢在大家面前放出来的？但现在麒麟丹根本就没有出事。好啊，
既然苏总死活不肯承认，那我为了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，就把这个事情给曝光出来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你们看清楚了，这是一家医院的画面，这么多病床上躺着的，全都是被抢救的患者。这些患者全都是这位苏总找的麒麟丹的试验者，他们在服下麒麟丹之后，确确实实有了明显的好转。但是就在今天晚上，他们都突然出现了心肌梗塞、心力衰竭的症状。不过好在抢救及时，目前并没有出现。姐姐，这些病床上躺的，好像真的是我们这一批的实验者。我询问过抢救患者的医生，医生说幸好送来及时，若是再耽误几分钟，他们就……医生告诉我，这些患者的心脏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。说的通俗易懂一些，就是他们接下来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。若是哪一次抢救不及时，他们就会当场死亡啊！哎呀，是啊，真是了，发现那是。可是这么大的事儿，苏清冉没有理由不知道。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他还在这儿参加酒会，跟你们这些记者谈笑风生，说明这太不是他完全没有把患者的生命当成一回事，并且我听说明天就是发布会，他苏清冉不去解决麒麟丹副作用的问题，反而要如期举办发布会，这说明接下来更多的患者都会因你而死。林凯鹏，你闭嘴！你说的这些事情，我根本就不知情。你不知情？苏清冉，苏总，作为苏氏集团的总裁，你告诉我你不知情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你觉得记者朋友和广大的市民群众他们会相信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如果说你真的不知情，那就只能说明一点，你让这些患者试药之后就对他们置之不理了，这也就是说，从一开始你就没有在意过他们的死活，从一开始你就没有在意过他们的死活。林凯鹏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难道还另有隐情？各位记者朋友们，这件事情事发突然，我和姐姐并不知情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等这件事情我们处理好了，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！记者朋友可是有知情权的，要是他们都走了，谁知道你们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？是的，苏总，这件事情我们记者有知情权和报道权。我刚刚在开始采访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直播，现在所有的网友都在评论区要求你们给一个答复。苏总，我们不能离开，这件事情现在非常严重，已经到了人命关天的地步，我们必须全程报道，给广大网友一个透明的真相。对，必须全程报道，给广大网友一个透明的真相，让他们知道这个麒麟丹是真的有效，还是某些人为了赚钱的一些黑心产品。七叔这一招果然管用啊，当众把苏清冉这个人架在火上烤。通过记者的直播，麒麟丹和苏清冉瞬间臭名昭著，甚至人人喊打。早知道七叔有这么好的招数，一开始就直接用了，还省去了那么多麻烦。好，那就让记者朋友们全程报道。我现在就给这件事情的负责人打电话。王主管，我刚刚得知麒麟丹的试验者出事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苏清冉，你得把免提打开，让通话内容你都能让我们听到。对，把免提打开，让我们都听到。苏总，这批实验者出事的事情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消息全部封锁了。
保证在明天开发布会之前，这个消息不会被传出去的。不会吧？真的吗？啊？王主管，我什么时候这样跟你吩咐过？苏总1个小时之前，不是您给我打电话吩咐的吗？还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影响明天的发布会，一切后果等到发布会结束以后再说。看来我猜测全都对了，苏清然，你就是故意封锁消息，不顾患者的死活。王主管，我什么时候？陆晨，你不用了，已经很明显了。林凯鹏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。好，一会儿帮你好好回忆回忆。各位，我想大家也很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吧？这样，大家给我3分钟，我还大家一个真相。短短3分钟，你能给出什么样的真相？就算是300分钟，你也给不了任何真相。我按照七叔的吩咐，不仅买通了这些记者，更是买通了那些患者和王主管，计划无比周密。陆晨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能解决的，你从来就没有参与过公司任何事情，秦林丹你更是不懂。姐夫，这件事情和之前的不一样，这件事如果搞砸了，这对我们公司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放心，给我3分钟，真相即将大白。陆晨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我也知道你是想帮我分担，但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真的不是你能解决的。这件事情我来处理，你和青雨站在一旁就行了。老婆，你就瞧好吧。林大少，那就委屈你一下了。那是什么？现在你觉得3分钟我能不能解决问题？解药我已经拿走了，想要解药，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。王八蛋！祝你好运。陆晨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姐夫，你给他吃的是什么药啊？老婆，小姨子，你们放轻松，一会儿啊，就真相大白。妈的，这个王八蛋是怎么知道我口袋里面有药的？这药吃下去，3分钟就会出现心肌梗塞，抢救不及时是要死人的。关键是，这个王八蛋在这里，就不可能让我有抢救的机会。怪这个王八蛋说3分钟后真相大白，原来他妈的是知道这药的见效时间是3分钟。妈的，给我上！把解药给我抢回来！车上还有1瓶解药，虽然这里是石楼，但只要我跑得够快，就能在3分钟内跑到车上把解药给吃了。哎，林大少，这就想走了？林大少，你时间可不多了，自己看着办。怎么办？我要是如实说出来，那我和林氏集团可就彻底没了。可如果不说，我就只剩下1分钟的生命了。我说，是我买通那些实验者，并且让他们吃下药，他们就会有心肌梗塞症状，并且我告诉他们，我会给他们解药，然后给他们每个人100万的报酬。哎，还有那个王主管，还有这个记者，那个记者，都是我买通的。陆晨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把解药给我吧。啊，
林大少，不是我逼你的吧？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啊！接呀！喂，王主干，马上把解药给那些实验者吃下，然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林少，那你要抓紧时间把钱打给我。为了你，我已经得罪了苏总，失去苏氏集团的工作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再说吧。陆晨，我已经说了，你把药给我吧。直播呢，冲着他们说。各位记者，各位网友，虽然我刚是被逼着说的，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就是为了故意抹黑苏氏集团，故意抹黑麒麟丹，所以才让那些实验者吃下带有心肌梗塞的药。其实麒麟丹一点事情都没有，我就是不想让麒麟丹抢了我的生意。陆晨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快点吧。哎呀，大哥，没时间了。林大少，偷鸡不成18米。陆晨，算你狠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没完，不会再有下次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事情很清楚了，林凯鹏品德败坏，他怕麒麟丹抢了他的生意，所以故意陷害苏清冉苏总。我们差一点就错过了苏总，更差一点让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继续承受折磨。林凯鹏这样品德败坏的企业家，简直是没有良心。我建议大家联合起来，一起抵制他和他的林氏集团。姐姐，今天林凯鹏闹了这么一通，在互联网上我们麒麟丹的热度更高了，这对明天的发布会可是大有好处。这个林凯鹏不死心，一直想害我们，这下好了，倒是送了我们一份大礼。对啊。哎，姐夫，你怎么知道他口袋里面有药的？一不留神看到的呗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兜里的那种药就是那个药呢？猜的呗。实验者出事，一看是他搞的鬼，所以我断定他口袋里的药就是那种药。姐夫，我怎么感觉你跟之前不一样了，像变了一个人。之前你那么喜欢赌博，也不管我姐的事儿。哦，你也管不了。今天在宴会厅里，你竟然一下就把林凯鹏和他那些保镖打赢了。我也觉得你和之前不太一样了。这不是怕老婆跟我离婚，离婚了我就没有软饭吃了，那不得有点危机感，得做点什么事情来补救啊。这王八蛋，老子弄死你！林少，您别动怒，您还有伤。不会说话就闭嘴！老子头上的伤就是那个杂碎弄的，你在我伤口上撒盐？不是，林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啊？不是，林少，你们两个把他弄出去，打，往死里打！不，林少，林少饶命！林少饶命！林少！哟，林少，火气这么大。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林大少，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就不是5个亿的事了。所以我来找你取钱了。陆晨，你别他妈太过分了！今天这事一闹，我们林家彻底完了。明天股票肯定跌停，你居然还要来我家要钱！林少，你觉得你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那这样吧，这次你就给我10个亿。10个亿？哦，嫌少？那15个亿。我他妈是嫌多了！陆晨，你胃口也太大了吧！我没有多少耐心，如果你不给我的话，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。陆晨，我现在是真没那么多钱，5个亿，我现在就能给你啊！
师哥，我现在打电话。喂，马上给我那张卡里打10个亿，快！我不管你什么方法。陆晨，很快就会有10个亿打进来，我保证，我再也不给你搞事情了。你就把我当个屁，把我放了吧，好不好？林少，这次我可没答应要放过你。陆晨，你要杀了我？你3番4次的杀我老婆，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？陆晨，你不能这样！你要钱我也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还要杀我，那你还……你想说没良心是吗？你这种人不配提良心。他妈的，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！红旗的人他们都敢杀！七爷，我去帮你把陆晨给杀了。算了吧，先不杀，这人留着还有用。这个林凯鹏的利用价值也算是到头了，他死不足惜。只是杀死我的狗，让我脸上无光啊！七爷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原本以为利用这个林凯鹏除掉苏清然，然后再除掉这个林凯鹏，把糖尿病的终身药当成养老金。可事情越搞越糟，糖尿病终身药没了市场，现在只能用麒麟丹来维持林氏集团的生意，这样也算能给狮王大人一个交代了。七爷，请吩咐。我记得你们谁说过，这个苏清然有个外婆是吧？是的，苏清染和苏清雨两姐妹自幼丧父，母亲打拼苏氏集团，两姐妹从小跟着外婆长大，和外婆关系极好。红双，你去把这个外婆给我请来，喝杯茶。是。黑鸾，你把这里打扫一下，把这个废物给烧了吧。是。我靠，这2条长腿简直比我的命还长。姐，那个四王看你的腿。陆晨，你别乱看。我也不想乱看，主要是太晃眼了。呸！索郎，陆晨，你……看来这偏头痛的病又犯了。姐姐从小就有偏头痛，而且还疼得特别厉害。可是最近经过医生的治疗之后，这几个月已经不痛了。这次怎么疼得这么厉害？青雨，快去请刘神医。算了，别打了。他来了也不能断根，每次来只是缓解。可是刘神医已经是最厉害的医生了，能够缓解姐姐的偏头痛，其他医生更是束手无策了呀。我有办法治，我现在带他去治疗。喂，陆晨，你什么时候会治病了？不行，我还是得给刘神医打个电话。陆晨的治疗肯定没用。老婆，你忍耐一下，我现在就给你治疗。陆晨，要不还是等刘神医来吧，你先去给我拿个止疼药吃。不用，我一次就帮你治好。上一辈子你就被这个偏头痛折磨的不行，还好我当了杀手以后啊，会了很多医术。老婆，我不会让你再受折磨了。你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，每天都这么辛苦。
她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，我们领过证的，亲一下不犯法吧？那个啥，我是看看给没给你治疗好。我的头好像真的不疼了。你说什么？外婆被人带走了？那个啥，我是看看给没给你治疗好。我的头好像真的不疼了。你说什么？外婆被人带走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马上过来。发生什么了？外婆的保姆说，外婆被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带走了。红衣服的女人？走，我们先去看看吧。血盟的人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看来我得好好跟他们算算账了。姐姐，你的头不痛了？不疼了。青雨，快！我刚刚接到电话，外婆好像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外婆？苏清然，我是红七。苏清然，苏小姐吧？红七爷，你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是有什么事儿？难道我外婆是你的人带走的？我这边刚刚来了一些好茶，我就请你外婆过来喝喝茶，品尝一下。红七爷，我好像跟你没有什么恩怨吧？你大晚上带走我外婆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是不要乱来。要是我外婆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我就是单纯请你外婆过来喝喝茶，这个茶味道很不错。要不你现在也过来，我就在清风茶楼，你也过来品尝一下。我马上过来。红七爷，任何事情你冲我来，不要伤害我外婆。你放心，不会乱来。姐姐，是红七接走了外婆吗？这个老狐狸最近跟林凯鹏走得很近，今天林凯鹏输了，他肯定是想用外婆来逼迫我们。姐姐，是红七接走了外婆吗？这个老狐狸最近跟林凯鹏走得很近，今天林凯鹏输了，他肯定是想用外婆来逼迫我们。姐姐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给外婆接回来。红七，红七，江湖人尊称红七爷，他是天海市出了名的地下世界龙头，掌握了不少产业。他这个人说话态度温柔，看起来就像个慈祥的老头，实际上心狠手辣，什么卑鄙无耻、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。是啊，大家都叫他笑面虎，虽然他表面笑嘻嘻的，但是背地里杀人其实不眨眼。姐姐，外婆在他那里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那我们赶快过去看看吧。嗯。红七爷，我外婆呢？苏小姐，你也太着急了吧？放心吧，你外婆现在很安全。来，坐下来喝杯茶。红七爷，我现在没有心思和你喝茶。你大晚上利用我外婆把我骗到这里，有什么事儿直接开门见山说吧。还是个急脾气。那好吧，既然你不喝茶，那我就陪你聊一聊。我感觉我现在越来越对麒麟丹有兴趣了，咱们之间可以合作。红七爷，您是天海市地下世界的王者，手中的财富滔天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区区的麒麟丹？我出资100万入股苏氏集团，买下90%的股份，怎么样啊？红七爷，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些吧？苏氏集团就算没有麒麟丹，90%的股份也不止100万吧？更何况，麒麟丹的价格可是不可估量的。苏小姐，你意下如何呀？你这和明强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我觉得现在就没必要再纠结了。我倒是认为你外婆年纪大了，应该早点接回去，
否则出什么意外的话，可就不好了。洪七爷，您风光了一辈子，现在用这种手段抢夺麒麟丹，不太光彩吧？我这个人做事儿，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，谁会在乎过程有多肮脏呢？我觉得这个时候，你的外婆也应该想你了。外婆，外婆，竟然，他们是不是用外婆要挟你啊？你可千万不要答应，外婆这么大岁数了，都无所谓了啊！竟然不要答应他们。外婆，你别担心，我这就救你出去。竟然，怎么样，苏小姐？这个时候你应该有答案了吧？洪七爷，我……外婆，你别担心，我这就救你出去。竟然，怎么样，苏小姐？这个时候你应该有答案了吧？洪七爷，我……洪七爷，看你也应该65岁了，身体状态不错呀。照这样下去，能活到90，非要让自己这么早死吗？小子，你闭嘴！小子，我听说你好像有点本事。你如果觉得你能杀死我，我这儿有把刀，可以随时动手。只是我提醒你，在你拿起这把刀的时候，恐怕你们外婆的命就已经结束了。陆晨，别冲动，外婆还在洪七手里，我们要先保证外婆的生命安全。是啊，姐夫，我和姐姐从小都是外婆带大的，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2个一辈子都会愧疚的。苏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年纪也大了，不喜欢熬夜，但是我有个习惯，当天的事儿必须要当天了结，你要尽快的给我答复。好，股份我可以给你，但你必须放了我外婆。这个时候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怎么这个态度？你如果不能保证我外婆的安全，我们凭什么给你股份？洪七爷，既然是谈判，我觉得你就应该拿出一个谈判的态度来。这时候你们的态度更重要。好，洪七爷，90%的股份我答应你。这个时候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怎么这个态度？你如果不能保证我外婆的安全，我们凭什么给你股份？洪七爷，既然是谈判，我觉得你就应该拿出一个谈判的态度来。这时候你们的态度更重要。好，洪七爷，90%的股份我答应你，我现在就签字。我签完字之后，你要把我外婆放了。苏小姐，那就签字吧。这合同我们不签，这老东西今天必须把外婆放。陆晨，你这是干嘛？姐夫，你不能这样，万一他真把外婆怎么样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小子，既然你们这么不在乎老太婆的生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去，送老太婆上路。洪七爷，不要，我现在就签。麻烦您重新打印一份合同，我现在就签。你千万不要伤害外婆！我替我姐夫的行为给你道歉，你不要伤害我外婆。好笑！你们2位以为老头子我是那么好说话的吗？啊！去，送外婆上路，处理完外婆的事情，再来谈判。洪七爷，如果你执意要杀了我外婆，那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外婆死了，你对我就没有任何威胁了。那麒麟丹的股份，你1分都拿不到。就是。你不就是想要股份吗？我们现在给你就是了。红双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洪七爷，
如果你执意要杀了我外婆，那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外婆死了，你对我就没有任何威胁了。那麒麟丹的股份，你1分都拿不到。就是，你不就是想要股份吗？我们现在给你就是了。红霜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是，红七爷，你非要……腿不错嘛。红七，我说了，你想死，我成全你。红七，我说了，你想死，我成全你。看来你们是真不在乎外婆的生死。少废话，现在立刻把外婆放了。外婆，清然，外婆，好了好了，你俩不要哭了，外婆好好的，让你们俩担心了啊！你不能说我都放了，你还不赶紧放了我？正如你所说，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说了，今天是你的死期，就一定是你的死期。小子，我承认你是有点本事，可我红七也不是吃素的。在整个天海市，还没人敢杀我。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有没有人敢杀你。陆晨，陆晨，陆晨，算了，不要杀人。外婆安然无恙，比什么都强。红七手下那帮人的手段也无比肮脏，若是杀了他们，我们都不得安宁。算了，今天留他一命。你的身手，他们今天也见识了，日后肯定不敢乱来。好，听你的。老东西，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，若是有下次，你必死无疑。走吧。外婆，这2天你就先住在我这里吧。好，我外孙女怎么安排，我就怎么住，省得让你担心啊。外婆，刚才真是担心死我了。哎呦，外婆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不用担心了啊。外婆，那我去打水给您泡脚。哎，外婆，来这边坐。哎。清然，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。陆晨，其实那个时候我知道你想偷偷亲我。红霜，我绝不允许明天的发布会顺利举办。七爷，以陆晨的身手，我和黑鸾2个人都不是对手。若强行干预明天的发布会，恐怕您的安危问题可能就……照我的吩咐去做，用你想到的所有的办法，不管多肮脏多下流，绝不允许发布会顺利举办。我的安危自有办法。姐夫，今天早上9点就是麒麟丹的发布会了，我和姐姐有点担心。如果你今天有空的话，可以跟我们去一趟吗？是的，虽然昨天我已经警告过红旗了，但是不能保证除了红旗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对麒麟丹也有想法。通过昨天酒会的事情，麒麟丹现在的关注度很高，
要是发布会再出了什么问题，那影响可是巨大的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今天发布会我全程跟你们在一块儿。只要是发布会顺利举办，那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。你们只管处理发布会的事情，剩下所有的事情交给我。清冉啊，这次发布会之后啊，你得抽出空来，跟陆晨生个小孩。外婆，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外婆年纪大了，这说不定什么时候啊，就去找你外公了。我只想临走的时候啊，能抱上我的宠外孙。外婆，您身体这么健康，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这人老了，他一天就不如一天，所以你们趁着年轻啊，早点生个小孩，这样啊，我那宠外孙就能健健康康的啊。哎呀，外婆，您别再说了。哎，你看看你，这都结了婚了，还那么不好意思啊。清冉啊，你要听外婆的话，你们年轻人要勤奋，不要搞个什么错失嘛。什么时候怀上了，就什么时候生啊。陆晨，清冉，你们以后呀，一定要恩恩爱爱的。等一会儿我就找人把你们那沙发给你撤了。外婆，您都知道了。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你们有什么能逃过我的眼睛的？喂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再说一遍！公司的供货商纷纷要解约。青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姐姐，公司的助理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们公司提供原材料的供货商纷纷要解约。他们说就算要赔违约金，也不再给我们供货。就是因为这件事，公司的股东们纷纷闹着要退股呢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些供应商可都是国内唯一的供应商，要是他们都跟我们解约的话，那我就没有采购渠道了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苏氏集团给他们的价格远远要高于其他公司，而且我们原材料的需求也大，他们没有理由要退股啊。走，我们先去公司看看。好，走吧。吃了早餐再去啊。苏清冉，你在搞什么呀？眼看发布会就要开始了，现在所有的供应商全部解约，你知道这件事对公司的影响有多大吗？苏清冉，你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那些供应商啊？股市刚刚开盘，现在就开始狂跌，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了。昨天那个实验员心肌梗塞，到底是真的林凯鹏暗中所为，还是真有这事儿？总之，现在网上对麒麟丹的各种猜测都有，并且评价越来越差。这种情况会造成股票严重下跌，你作为董事长最好给个交代，否则我们会立刻卖掉手里的股份。是啊，事情在网络上持续发酵，股票也会持续下跌的，我们手上的股票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。这件事情如果要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的话，我们要马上卖掉我们手上的股票，来及时保住我们的利益。各位股东，你们都是集团的一份子，现在出了这种事情，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同心协力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置身事外，给我们施压，指责我们。我们为什么要和你们站在一起解决问题？你是董事会的主席，这原本就是你该解决的问题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利益。是啊，你是公司会的主席，问题肯定应该由你来解决啊。苏清然，1个小时之内，如果你没有解决方案的话，我们只能卖掉我们手上的股份。公司现在的财务状况怎么样，我们也都很清楚。真要卖掉我们手上的股份，把这些钱全部取出来，公司可就要面临破产了。就这1个小时，
苏欣然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们，把这些钱全部取出来，公司可就要面临破产了。就这1个小时，苏欣然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们，我就没见过你们这样的。你有时间在这指责我们，不如想想怎么样去把问题解决了。你把问题解决了，比什么都强。可是他有能力解决好这事儿吗？啊，现在这些供应商冒着赔偿违约金的风险也要解约啊！哎，你们现在凭什么用1个小时让他们重新跟我们合作？我看呢，苏氏集团要倒闭了。大家过了1个小时之后，把所有的股份换成钱，再这样下去，股票变成废纸。七爷，经过1晚上的运作，通过恐吓和威胁的手段，已经成功搞定了苏氏集团所有的供应商。他们现在宁可付高额的违约金，也要和苏氏集团解约。另外，苏氏集团所有的股东已经被我成功买通，他们今天就会纷纷退股，会调走苏氏集团所有可能调走的资金。现在苏氏集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网上对其的猜测也是层出不穷。发布会明天100%无法顺利进行，而苏氏集团在今天晚上天黑之前就会土崩瓦解，彻底破产。好，不错，这次干得不错。这个苏清然，这次是彻底死定了。那个叫陆晨的，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他也挽回不了这个局面。苏氏集团现在肯定没有任何翻身的余地了，只是那个陆晨身手还不错。七爷，您的安危问题，哎，这个你尽管放心，我的安危我自有安排。是。是龙王殿的老大天龙吗？你是谁？这是我的私人号码，你为什么会知道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，你们龙王殿位于北非的一处金矿会遭遇血盟袭击，我劝你们尽快做好应对措施。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信不信由你。北非这处金矿是你们龙王殿重要的一个据点，如果丢失了，你们龙王殿会损失惨重，同时守金矿的4长老会死，这对你们龙王殿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对我们龙王殿这么清楚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由你。前世的今天，龙王殿遭遇了血盟的袭击，4长老死亡，金矿丢失，龙王殿损失惨重，血盟也因为得到了一座金矿，在未来的日子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。龙王殿在国外掌管着最大的中药材市场，这一次救下他们的金矿，就能够让他们给老婆供应中药材，帮老婆解决这一次危机。龙王殿在国外掌管着最大的中药材市场，这一次救下他们的金矿，就能够让他们给老婆供应中药材，帮老婆解决这一次危机。青羽，打电话给那些供货商，和他们取得联系。他们能同时冒着赔违约金的风险和我们解约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只要找到原因，就有办法解决。好，我这就联系他们。别痴心妄想了，人家现在肯不肯接你电话都是个问题。苏先生，我提醒你啊，在你们到公司之前，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但是没人接呢。你要不信的话，尽管试。姐姐，我接连打了3个供应商的电话，都是不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
他们怎么连电话都不愿意接呢？怎么连一个原因都不肯告诉我呢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人家就是铁了心的要和咱们公司解除合约，懂了吗？人家是不会给你机会挽回的。哼，这些供应商可都是国内最大的药材供应商，没了他们那就失去了根基。哼，这麒麟丹啊，生产不出来喽。今天这发布会也开不了了，在网络上，现在苏氏集团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你们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公司破产倒闭，是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？我们好不好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，苏清然，你当不了董事长，麒麟丹也化为乌有。最重要的是，苏清然，你当不了董事长，麒麟丹也化为乌有。行了，你们都给我出去！不是说1个小时吗？1个小时之后我给你们答复。你们现在都给我出去！好，我们出去就是了。苏清然，1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话，别怪我们不留情面。该卖的股票我们全部都会卖掉，并且我们会要求公司马上支付我们卖股票的钱。如果你不马上支付的话，等着吃官司吧。苏清然，你记住了，我们卖股票的钱你必须给。不用等1个小时了，现在你们谁要卖股票的，直接过来签合同，现在就卖。陆晨，你……姐夫，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不多，虽然股票现在在跌，但好在跌的量不是很大。如果他们全部要抛股的话，我们公司的所有资金都要用来赔付，甚至还不够。最主要的是，如果股东们纷纷退股，供应商全部解约，发布会不能如期举行，到时候这件事一下冲到网络上，我们公司的股份还会狂跌，到时候公司就全完蛋了。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些人啊，早就被红旗收买了。之所以今天故意搞事，就是要把公司搞垮。像你们这些个墙头草，留着也是祸害，不如趁早滚蛋。你说谁是墙头草？你说谁是祸害啊？你一个上门女婿，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呢？他说错了吗？你们难道不是墙头草，不是公司的祸害吗？你一个上门女婿，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呢？他说错了吗？你们难道不是墙头草，不是公司的祸害吗？他是上门女婿，那又怎样？一个上门女婿没有被人收买，在我遇到这么多危难的时候，没有离我而去，反倒是你们这群东西，嘴上说着自己多有骨气，实际上都是一群废物。哼，苏清然，你再骂一句试试。苏清然，论资历，论年龄，我们都是你的前辈，你说我们是废物，你没大没小啊！你个老东西，也就年龄大点，实际上没点屁用。苏清然，你管一管你男人！让我管是吧？好，陆晨，给我打！谁要是再废话，巴掌伺候。让我管是吧？好，陆晨，给我打！谁要是再废话，巴掌伺候。收到。小子，把合约拿过来，我们签了字，立马走人，好不好？以后公司是死是活，和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对，赶紧先把合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小姨子，去打印合同。这些个人啊，谁要卖股票签合同，一概答应。姐姐，听你姐夫的吧。好，我这就去打印合同。这位兄弟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了！我听了你的话，提前在北非金矿设防，血盟的袭击者被我一网打尽，你简直就是我龙王殿的大恩人。不废话，我要你们龙王殿帮我做2件事。第一件，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联系你们龙王殿的黑客，降低华夏苏氏集团的股价。我只给你5分钟时间。
越低越好。第二件，我要你们龙王殿公开宣布和苏氏集团的合作，并满足苏氏集团所有对中药材的需求，你们足量供应。这，兄弟，我有些不明白，你让我做低苏氏集团的股价，这在我理解之中，你是要针对苏氏集团，可为什么又要我卖药材给苏氏集团呢？你这又是在帮助苏氏集团呀？我自有我的安排，你帮我做就好。5分钟之内，我要你做低苏氏集团的股价，越低越好。20分钟以后，再把苏氏集团股价涨回来，越高越好。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一个今天最新的消息，这会给你们龙王殿带来超过100亿收益。好，兄弟，我一切按照你说的去做，瞧好吧，5分钟之内，我会让苏氏集团的股票跌到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。无力胁迫，我们会都得告他们。合同已经打印好了，你们谁要卖股权的，现在就过来签字。签就签，签了字，你们2姐妹等着破产吧。苏清然，哎，让我看看公司现在的股价是多少。哎，我们一旦签下合同，你就得按照现在这个价格给我们结算。对，明白看一下。这不可能啊！这个，怎么跌得这么厉害啊？10分钟之前我看了一下，才跌了一点点的呀。现在怎么跌去1大半了？啊？什么？跌了1大半？怎么会跌这么多呢？跌这么厉害，我们现在卖了股票，是不是我们根本就得不到多少钱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正常情况下，股价不可能跌这么多啊！是不是背后有人操纵了呀？那这怎么办？按照1个亿计算的话，之前能卖9000万，现在只能卖3000万，那我们还卖吗？哎，不卖了，卖个屁呀！这不是针对我们吗？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卖股票，那不是摆明了让我们血亏？我们才没有那么傻。对呀，不卖了。不卖！哼，不卖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世上没有后悔药。小姨子，关门打狗。你们是想舒舒服服的签呢，还是想挨顿揍？苏总，我们错了。作为公司的一份子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卖掉股权，落井下石。我们愿意公司排忧解难。对，我们要为公司出力呀！对，为公司出力，我们股权不卖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，一起面对这个公关危机啊！是，不行，不卖也得卖，都得给我签字。快点签字，耽误越久，你们赔的越多。都签字吧，公司不需要你们这群墙头草。签完字之后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快！林凯鹏给的银行卡里面有15亿，应该足够支付这些股东卖股权的钱了。这些个墙头草走了之后，公司就省心多了。公司已经没有盘活的机会了，股票狂跌，供货商解约，股东退股，公司几乎要破产了。这是林凯鹏给你的15个亿，你自己拿着吧。这里面的钱不是公司的，是属于你自己的。这软饭你恐怕是吃不成了，以后你好好生活吧。
谁说这软饭吃不成？你看看股市，涨了！姐姐姐夫，我们苏氏集团的股票开始涨了，而且还是疯涨。什么？这种情况下，苏氏集团的股票怎么可能会涨呢？居然真的涨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姐姐，而且还有一件事，龙王殿公开宣布将会对我们苏氏集团供应中药材，而且还不限量。龙王殿，那个远在国外的庞大组织，他们确实有很庞大的中药材资源，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和任何人合作的，怎么可能会和我们合作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苏氏集团。什么？你是龙王殿的？现在要过来跟我们签约？好，我和姐姐现在在公司等你们。什么？你是龙王殿的？现在要过来跟我们签约？好，我和姐姐现在在公司等你们。姐姐，居然真的是龙王殿的，而且他们说了，我们要多少有多少，全部都是最优的。供货商搞定，股票回涨，墙头草股东的离开，对公司来说更是一件好事。公司一下子从绝境到了海阔天空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哎，陆晨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和青雨没有任何办法，也没有做出任何行动。现在除了你，没有人会帮我们了。陆晨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对啊，姐夫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呀，就是想保住我吃软饭的饭碗而已。妈的，气死我了！原本我的股权能卖3个亿，3个亿啊！现在呢，只卖了8000万，我还不是一样吗？啊！哎呀，2个多亿的股票啊，7000万就卖掉了。哎呀，真是亏死了！哎，你快看，苏氏集团的股价又涨起来了！啊？什么？又涨回来了？妈的！我们要卖的时候就跌，跌到底，等卖完了之后又涨回来，这他妈不是故意搞我们是什么？啊？是？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救护车！快点叫火车！快叫车！我感觉我血压……你怎么回事？帮我也叫一个吧！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龙王殿给苏氏集团供货？苏氏的股价暴涨？是的，七爷，这一次我们又输了。苏氏集团的那些股东在价格最低的时候，被逼得卖出了所有的股权。那些经销商通过不同的渠道找到我们，让我们给他们赔钱。他妈的，这个苏清然他到底有什么能耐？老子使了这么多招，都没把他打趴下。七爷，应该是那个陆晨。看来这次真是小瞧他们了。七爷，陆晨那小子睚眦必报，上次之后他一定还会再来找您复仇的。要不您先躲一躲。躲什么躲？我洪七什么时候躲过？黄毛小子，就算有点本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还能怕他不成？我早就说过，我的安危我自己解决。看来是时候叫血盟的狮王大人亲自来解决这一切了。血盟的老大，那可是玄武级别的王者，对付一个陆晨，那还不跟捏蚂蚁一样简单？就让血盟的人过来，亲自来一次性解决这一切，这场闹剧该结束了。这一天过得真是够刺激的。早上公司发生巨大变故，
上午顺利举行了发布会，下午代理商就把公司给挤满了，忙到现在才回家，真是累死我了。提心吊胆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把麒麟丹发布了。从今以后啊，我的软饭稳定了。哎，陆晨，那你现在可以好好跟我们说说，你为什么一下子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吧？对啊，我要是跟你们说，我以前是个超级厉害的杀手重生，你们信吗？小说看多了吧，还顶级杀手，我看你是道士下山吧。陆晨，其实不管什么原因，现在的你确实比以前好。算了，不说这个。今天麒麟丹顺利发布，这事得好好庆祝庆祝。两位美女，稍等我一下，我去做2个菜，好好喝一杯。这个可以有。那我先去洗个澡。我也去。哇塞，红烧鱼、椒盐排骨、羊汤，还有我最爱的大龙虾。姐夫啊，你这手艺可以啊！来，我们今天啊，好好庆祝一下，干杯！那这第一口呢，当然是老婆先吃。陆晨，谢谢这么多天你帮我解决问题，第一杯我敬你。那我不客气了。你俩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你们吃吧，我吃饱了。要不真的让人把沙发撤走啊？那我去别的房间睡。要不你在床上睡吧。啊？那你去别的房间睡吧。不，我就在床上睡。哎，你还没洗澡呢。老婆，我能抱抱你不？我保证不干事，就单纯的抱一抱。陆晨，你干嘛？你可别乱来！我们可是有证的。真烦人，一整晚都不休息。你们不睡，我还要睡的呢。青雨，少说点，小丫头片子别乱说话。外婆，你也打哈欠了？你是不是也没睡好？我就说昨天晚上他们……快吃你的早饭。哎呀，狮王大人，狮王大人，一个小小的制药公司都经营不了，还让我亲自出马。红旗啊，你当真是个废物！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……行了，带路吧，抓紧速战速决。还有别的事情啊？是，来这边请。小姨子，今天你陪你姐去趟公司，我有点事情要办。陆晨，你是要去找红七吗？红七这个人如果活着，对你对我永远是一个威胁。嗨，放心吧，我轻松解决。那你注意安全，搞定之后给我一个消息。好。老陈，不用你去找我，我来找你了。狮王、银虎、血盟的人终于来了呀！算算时间，老头子血盟这个时候还不是世界第一杀手组织，而银虎更是一个刚入门的小弟。上一世，要不是老子，你们也没有资格成为世界第一杀手。这一世，你们更会因为我而彻底灭亡。
红旗，你还敢到我这里来？你就不怕陆晨杀了你吗？苏清然，你的男人今天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他也杀不了我。你们知道这2位是谁吗？这位乃世界杀手组织血盟的创始人狮王大人，那位是狮王先生的得意门生银虎大人。有他们2位在，恐怕你们几位都得死。红旗居然请来了血盟的杀手过来。血盟是世界排行第3的杀手组织，狮王更是能以1敌100的存在。他来了，陆晨今天哪里还有什么胜算？陆晨，他们可是专业杀手啊！放心吧，他们这种人啊，在我面前就如同蝼蚁。看来你是真不怕死，竟然当着狮王大人的面说他们是蝼蚁，真是不想活了。本来就是蝼蚁，还不让人说。小子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在我看来就是无知。看样子你对血盟是没有什么概念。今天我让你知道血盟的恐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们血盟还真有点研究。你们血盟说是世界排行第3，其实世界上啊有名的杀手组织也就3个。你给自己取名狮王，手下的弟子按照12生肖给自己取名。扬言要打造一个12人的杀手团队，我看现在也只有银虎、狸猫和卯兔4个人吧，在我们这儿啊也就能凑一桌麻将。对不起啊，虽然在这种场合我不应该笑，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小子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对血盟这么了解？我是谁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今天把你们都杀了，是不是就代表着我给血盟灭门了？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今天把你们都杀了，是不是就代表着我给血盟灭门了？小子，你找死！我们血盟怎么会被你一个小小灭门？小子，你竟然敢杀了我弟子！你的生命到头了！现在的时间距离我上一世同归于尽还有6年。同归于尽时，老头的实力乃是天级武者，我是地级。但现在这个时候，老头只不过是个玄级武者罢了，杀死他轻而易举。红七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陆晨，我真不知道你这么厉害。陆晨，我愿意把我所有的财富都给你，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求求你放过我。你这种人啊，如同赖皮狗一样，不杀了你，你只会给我永远找麻烦。只有解决了你，才能永除后患。陆晨，我保证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，只求你给我一条活路。从此往后，我离开天海市，不，我离开华国，从此再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不会来找你的任何麻烦，否则你可以随时处死我。求你了。哼，不好意思，我一旦动了杀心，就不可能让你活着。小子住手！红旗的命我保了。前辈，是哪位老前辈在保我的命啊？只要我能活下来，我这下半辈子一定为你马首是瞻的。天级武者，前夫，什么是天级武者？怎么，比你厉害？武者分为天地玄黄，我的等级是地级，而刚刚出手的这个人，看架势，极有可能是天级武者。
小子，红旗的命我保了。前辈，感谢你给我活路。哎，你帮我弄死这几个，帮我拿到麒麟丹，你要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爸，我跟我师父来救你来了。儿子，是你？是，我已经拜了屠胜天老先生为师，我今日专程来救你的。这位高手前辈是你的师傅，儿子你太棒了，来得太及时了。要是但凡晚了一点，你这辈子可就见不到你老爸我了。我师父乃是天级高手，是实实在在的修炼者，有他在，没有人能伤你。哎，我说小子，你不是要杀我？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杀我。风水轮流转，你以为你杀了血盟的狮王大人，就胜券在握了？哼！可你万万没想到，我儿子的师傅是天级高手。这天级高手在世上那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你可能在某些人眼里也算一位高手，不过在天级高手面前，你不过就是一只蚂蚁。前辈，请帮我一并解决他们。好的，这只不过是小菜一碟。且慢，红旗，这些天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最大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得到麒麟丹。今日我就把麒麟丹给你，只要你放我们一条生路。苏清然，你想多了吧？麒麟丹我随随便便通过各种渠道都能拿到手，我为什么要放你一条生路？再说了，就算我杀死你，我还是同样能拿到麒麟丹。不一样。红旗爷，你想要的麒麟丹秘方就在我这个 U 盘里面。我这个 U 盘加了密码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并且这个密码不允许输入错误，只要输错一次，这个 U 盘就会将里面的资料全部销毁。你若是杀了我，这麒麟丹的药方就将永远消失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杀死你，我还是同样能拿到麒麟丹。不一样。红旗爷，你想要的麒麟丹秘方就在我这个 U 盘里面。我这个 U 盘加了密码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并且这个密码不允许输入错误，只要输错一次，这个 U 盘就会将里面的资料全部销毁。你若是杀了我，这麒麟丹的药方就将永远消失。你这是在故意的骗我，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麒麟丹的秘方，而且我更不相信只有这一个 U 盘里有。就算真的是这样，那世界上这么多的黑客高手，我随便请一位就可以破解你的 U 盘的密码，这不足以让你们活命。前辈，我们无需犹豫，直接杀了他们便是。红旗爷，你能想到的，我就想不到吗？你若是真这么自信，那你杀了我便是。但到时候你拿不到麒麟丹的药方，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，这一通你白忙活了。我们的生命对你们来说可能不重要，但麒麟丹那可是有很大的价值的。你们真愿意白忙活一场，白白浪费那么多钱？这他妈的！爸，您无需担心，我们完全可以先将这两个人杀掉，最后再对苏清染严刑逼供。我们师门折磨人的手段比比皆是，随便一种就能让苏清染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到时候不用怕他交不出来密码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们师门折磨人的手段多如牛毛，就算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，也招架不住。我们师门折磨人的手段多如牛毛，就算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，也招架不住。好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苏清染，你全都听到了吧？这下你他妈的威胁不到老子了吧？
前辈，动手吧，帮忙除去他们2个，把他留活口。陆晨，这可是天级武者，你才地级，整整差了1个等级，硬碰硬你肯定会输的。这种局面我们只能智取，先活下来再说。无妨，区1个等级也不是不可逾越。战就是了。陆晨，不行，万一……小子，能死在我的手底下，也算是你3生有幸。小子，能死在我的手底下，也算是你3生有幸。老贼，你要小心，你一个天级武者，如果一不小心死在我的手上，那真是不幸。狂妄！陆晨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还好吧？没事，死不了。小子，没想到你居然是地级武者，这么年轻就能有如此层次，也算是个人才。只可惜呀，今天你还是得死。老贼，废话少说，再来！陆晨，姐夫！老贼，废话少说，再来！陆晨，姐夫！你不能再打了，再打下去，你真的会死的。姐夫，红七，你不是要 U 盘吗？你不是要麒麟丹的药方吗？现在在我这里。星宇，你做什么？姐姐，你带姐夫赶紧走，现在药方在我这里，你有本事就来找我呀！可笑！小丫头，我本打算先解决了这小子，再解决你。既然你想先死，那就成全你！姐夫，姐夫，陆晨，姐夫，陆晨，姐夫，陆晨，陆晨，姐夫。自不量力，和我这种天级高手相比，你就是个小喽啰。陆晨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姐夫，你醒醒啊！姐夫，你不想让我姐姐当寡妇吧？你醒醒啊！陆晨，我记得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要带我去滑雪，去看樱花，去海边冲浪的，你的诺言都还没有实现呢，你快醒醒，你的承诺都还没有兑现呢！陆晨，你个混蛋！你明明才刚刚变好，让我对你越来越有好感，越来越爱你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说话不算话呢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说话不算话？为什么？陆晨，你说过要跟我生孩子的，你说过要跟我生好多好多孩子的，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？你一定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陆晨，你别装了，你快醒醒啊，陆晨！好了，苏清然，你们姐俩不要再哭了。
陆晨他死了，你们也不必悲伤。接下来，老子很快就会把你们送下去，跟他团圆。爸，这两姐妹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又那么好，我想在她们死之前，好好享受享受。小问题，都是将死之人，你想咋样就咋样吧。这可是两姐妹啊，想想都刺激。今日我和我妹妹或许难逃一死，但是面对你们这群卑鄙小人，我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我现在就把这个 U 盘毁掉，让你们到头来都是扑了一场空，什么都得不到。你敢？我都是要死之人了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肯定不会放过我们，那我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？涂前辈，麻烦你赶紧出手，把 U 盘抢回来。这 U 盘里可是有超过上万亿的资金呢。放心，一个小东西而已，有我在，他没有毁坏的机会。不好，这小子要突破了！不好，这小子要突破了！快，把苏清然赶紧带走啊！你敢动我老婆一根头发，你必死！谢谢你，助我突破到天际。陆晨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没事，我还想吃一辈子软饭。走！姐姐，你真打算把公司交给我，以后就在家和我姐夫好好过日子，生孩子了？是啊，反正我有股份，有足够的分红，我老公还是能吃上软饭的。那是，吃软饭是我一辈子的目标。将来我有儿子了，我就重点培养，让他吃一辈子软饭。哎，那姐姐姐夫，你们想过没有？以后生了小孩叫他什么名字啊？名字我早就想好了，男孩啊就叫狗剩，女孩就叫翠花。姐夫，你认真的吗？你也认同啊，姐姐？不认同啊。我觉得如果是儿子的话，就叫他铁蛋啊；如果是女儿的话，就叫二丫，这样多好啊！果然，一个被窝里边睡不出两种人。